震戈待旦。它的典故来自西晋的名将刘琨。刘琨把武器当枕头拿来睡觉了，等待天亮，就表示那个杀敌报国的急切心情。西晋的时候，北方是什么？五胡16国的吗？那东晋的时候要跟那个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，谢安很有名的宰相谢安，谢安获胜了。那是变成后来的是谢虎千岁。那名将打仗的名将谢玄成为谢虎元帅，做了实名叫谢虎元帅。谢玄，玄妙的玄。那谢玄的孙子叫谢灵运啊，灵魂的灵，运动会的运，很会写文章，很出名的谢灵运。